今日我竟然喺將軍澳發現咗一個驚世嘅寶藏，呢度收藏咗好多經典嘅黑膠唱片。陳百強、張國榮、林子祥，全部都係80、90年代響當當嘅名字。呢度亦都收錄咗世界各地唔同類型嘅經典唱片。喺度我勾起咗不少嘅回憶，亦都係所有中意音樂人嘅聖地。呢度就位於調景嶺地鐵站旁邊，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入邊嘅音樂圖書館啦。入邊環境清靜，費用全免。而家呢個數碼年代，真係好少後生仔真係聽過黑膠唱片。喺呢度提供咗一個好好嘅地方，等你可以挑選自己心愛嘅唱片，慢慢喺度欣賞。以前聽黑膠唱片係一件好神聖嘅事嚟嘅，要揾一個安靜嘅環境、名貴嘅器材，感受高音甜、低音準嘅效果。當你摸住隻黑膠唱片，睇住個封套嘅時候，你會感受到一股神秘嘅力量，有一股魔法帶你進入嗰個音樂世界入邊。